今日係祖國生日，亦都係大量網貸平台要退出江湖嘅好日子，亦即係我哋之前所講嘅網貸新規要開始實施啦。咁部分呢啲唔合規嘅平台倒閉咗，網貸嘅錢係咪就唔使還呢？嗱，首先搞清楚，平台淨係負責放數，但係佢係冇給存功能嘅。咁平台嘅資金喺邊度嚟嘅呢？來源其實就係銀行。換句話講，你可以將平台理解為銀行嘅助貸機構。銀行自己冇能力獲客，但係有網貸平台提供客戶，銀行佢只係負責提供資金，等於大家存嘅錢又俾銀行提供翻俾網貸平台，然後又借翻俾你。所以只要銀行冇收皮，債務就唔會消失，只會轉移。你張借條只係被打包成不良資產包，賣咗俾新嘅債權人啫。我之前嘅視頻亦都講過啦，基本上有3筆網貸以上嘅人喺銀行就係屬於高風險客戶噶啦。而家所謂嘅新規，實際上呢就嚴格控制銀行將啲資金投向網貸平台。咁呢啲部分唔合規嘅網貸平台冇咗資金來源，咁就自然而然冇存在嘅必要啦。所以喺大量呢啲唔合規嘅平台退出之後，最煩嘅根本就唔係我哋啲借網貸嘅人，而係提供資金嘅銀行嘅退路被斬斷咗，逼住佢哋自己要落場揾客。所以最新嘅行情會係點呢？各位要做經營貸、信用貸嘅朋友聽清楚啦，估計呢會有好多中小型嘅民營銀行落場搶客，呢個先係真正意義上新規帶嚟嘅利好。關注我，下一期我會詳細拆解網貸新規到底係點樣一回事。貸款揾老煩，包你唔使煩。